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是读做泅，子有泅第五条。泅做名词，代表是互人拘禁的犯人，或者是俘虏，咱讲是囚犯。啊，若护送犯人的车，咱讲是囚车。这个泅嘛，当做动词，意思就是拘禁，也佫有监禁，咱讲是囚禁。因为犯罪，互国家执法人员掠去关起来，也就是收押。某人写作是收起来，这个收，共款念做收押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收押，意思就是关起来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读做旧囚正新囚。字面的意思是讲旧的犯人欺负拄来的犯人。混看来讲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老鸟欺负菜鸟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一寡职业头路较注重传统伦理，会互老鸟来牵带菜鸟啊。有时阵就会出现旧囚正新囚的情形。若是讲处理一个袂拄好，双方靠近引起冲突，犯到较严重的伤害罪，恐惊的就要收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泅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